咱拢知影讲，在挂稻仔了后，有真侪人就会来收稻草。彰化县的环保局今年伫二林乡的空品监测站装这个 AI 的自动判断的系统，透过这个系统的回报结果，发觉讲今年敢若伫二林就发85件这个空品的案件，这是英国的6倍外。 田中只花粉放过去，就若亲像搭伫高屋内底。虽然空污法禁止互我收物件，啊，毋过实际去彰化乡村，世界也是有即种的情形。时常啊，即阵你遐去嘛是拢贵，拢咧收。咱伫遐出入的当然嘛较好啊。即马当时日期稻草的收挂期，彰化县环保局为了防止互我收稻草，伫二林架设环境监视系统，一个搭载智慧 AI 判断花粉的系统，透过即时回报，就会当掌握伫互我收的所在。因为此地的成果好，今年敢若伫二林的7站就发85件，是往年的6倍。 本县的稻作面积有4.7万公顷，是全国最大的稻作生产地。那大部分都集中在南彰化。彰化县环保局是讲，透过这套系统，会当减少人为判读错误，找到行为人也是地主，确认违规行为了后，会照违反空污法罚千2至10万块的罚款。因为南彰化是户外收稻草的热区，未来会扩大增设甲处置。啊，毋过也是有农民较惯习传统用收的方式。若无收是安尼一个月头足多啦，安尼点啊安尼足阿早就对啦。啊，搁你若用收，若一寡迄糖啥，看会烧死去。可是有很多管道可以来去化这些稻梗，不用露天燃烧。但是我想很重要就是现在我们缺少一个所谓的媒合的一个管道，所以需要政府一起来加强。 农民认为烧稻谷桩头会当有效除虫，速度甲效果比孵化菌较好。款团表示，除了农会会加强农会处理设施，政府单位嘛爱协助农民增加气化、加强化煤合的相关管道，敢若厝地也是罚钱，也是无度解决目前的问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